高兴我们在每周日的早上11点，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这个时候邀请各位能够将你的手机，或者是身边会影响你聚会亲近神的事情，我们先将它挪开，我们一起在安静里面来领受神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再次将今天早晨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恳求，愿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安静里面等候神你的祝福。谢谢主，再一次将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唱和散那，赞美我们的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上帝。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只等至上尊名，权柄尊荣归主我神，和散那归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赞美你圣之名，权柄尊荣归于主我神，和散那归于至高神。荣耀，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于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赞美你圣之名，赞美归于主我神，和散那投入王之王。我们齐每次圣之名，一次圣之名，权柄尊荣归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权柄尊荣归于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尊荣神的生命。主啊，将这份智慧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和散那赞美主，时常赞美主你的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也再次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跟敬拜，让我们从头到尾都能够领受神你丰富的恩典跟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做奉献。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心属于你》。
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兼顾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坐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我们今天主日是妇女事工主日，也非常感谢我们在上一场有一群姐妹同工朋友他们的侍奉，也求主纪念，让我们一起在彼此的侍奉当中能够更加的学习神的恩典。那我们在今天我们有华语礼拜，也期待我们一起来为最近国际社会当中的战争所带给世界的许多人的内心是非常的惶恐害怕。我们需要更多在祷告当中求主平息，也求主能够赐下这个谈判的智慧。有许多在战争当中有很多因为领导者对国家的心意跟看法不太一样，那我们怎么样秉持着公正和平的方式来去传递？那我们求主赐给他们智慧，也求主来兼顾我们每一个地方教会很多的宣教士在传递福音的道路上面，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能够更多的在安静里面，在平安的里面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神将这份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持着依靠神的信心。神所赐的是要让我们在平安自由的里面来领受这份真理。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在缺乏当中遇见全然丰富的主。那我不晓得当你来到教会聆听神的真理，聆听这份生命的智慧，你有没有得着那种丰富的感觉？有吗？有。你有没有得着一种好像很平安、很平静、安稳？你知道来到这边就是安全的。那我觉得当我们在安全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很多缺乏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的缺乏，是因为我们现实里面的缺乏，可能是我们的经济财富，可能是我们的产业，还有家庭，很多上面我们是感觉到自己是不足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段圣经节。以前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1880年代，在费城有一间教会叫怀恩堂的教会。那在这间教会呢，曾经有一位姐妹一个小朋友，她叫做海蒂，她很想要进去教会，能够做礼拜，参加主日学的聚会。但是这间教会呢，太多人了，里面的小朋友都挤满了，而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进到教会的教室，能够一起上主日学。后来呢，当教会的牧师看到他在门口在等候他不忍心，这位牧师就把他抱起来，然后带到这个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这位教会的牧师呢，看到海蒂就不忍心，就把他抱起来，然后让他能够看得见这个主日学的教室的聚会，然后在那当中一起参加聚会。直到隔天呢，这个牧师呢在路上遇到这个海蒂就跟海蒂说：“海蒂，我跟你说，我们教会很快就会有一个大一点的主日学教室了。2年后呢，这位小海蒂他因为生病去世了，他的家人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破旧的小钱包，而这个钱包里面有57美分就是美国的这个币值57分钱，相当于我们台币的18块。那里面还有一张纸条，是写着为了帮助教会盖大一点的教室，能够让更多小朋友能够上主日学。而这段话呢，打动了这个牧师的心。在隔天呢，这个牧师在追思礼拜当中呢，就把这57分钱倒在这个桌上，然后分享了这个故事。而当下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内心非常的感动。这个女孩子她非常的缺乏，但是她愿意把这57分钱她所存的钱，能够作为教会建堂的所用。而后来呢，这位牧师他们的教会为了海蒂成立了一个叫怀尔特协会，专门来管理这57分的拍卖。而这拍卖的所得呢，最后竟然可以买下教会北面的这些地产，提供给作为教会的主日学使用。那后来当这个教会这个怀恩堂人数越来越多，然后人又挤不下了，教会又要进入建堂的阶段，而这位牧师呢，去找到了一位地主，而这个地主呢，叫贝尔德，就问他说：“多少钱我们教会可以买到你们这一块土地啊？”而这个贝尔德呢，他就很诚实告诉他说：“我们需要3万元的美金啊。”而这个牧师呢，就跟这个地主说：“哇，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钱。我们的教会只有57美分呢，哇，非常的少。”后来隔一天，这个牧师他就告诉这个地主说：“我们回去讨论看看。”好，那后来呢，牧师就回去跟他的教会长职同工团队就讨论了。后来的结果，他们给这个地主告诉他说：“我们考虑过后，看能不能土地为我们保留5年呐。然后我们存够了3万元，我们再来跟你购买。”后来呢，这个地主他就告诉他说：“我重新考虑过，我愿意用2万5的价值来卖给教会。你们只要付我多少？只要付我57分钱就够了，头期款。”这个牧师他一听到57分钱，他就想到这么好，57分钱不就是我们教会起初为了建堂而一位海蒂姐妹她所奉献的这个57
所成立的协会的这57分钱嘛。后来呢，这个牧师啊，他后来真的就与这个地主达成了这个协议，而这个贝尔德地主呢，他后来他拿到这57分钱，又再把这个57分钱还给了教会。各位弟兄姐妹，这个57分钱不仅仅是带来倍增，而且帮助了教会怀恩堂教会，他们不仅购得了主日学的教室，而且改建了教会礼拜堂，甚至还帮助这个后来成立了天普大学，甚至还举办了医院，办了一个医院。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弟兄姐妹，57分钱相当于台币18块。你对教会、对上帝的奉献，有没有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奉献的10块钱、20块钱，好像微不足道？可是，在上帝的眼中，上帝却看这些奉献是那么的宝贵。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第6章8到11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男孩，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当耶稣他讲完道，实际上他旁边有非常多人都是想要听他讲道，行神迹奇事，他们也是需要用餐呐，一到了用餐的时候耶稣就请门徒可以去预备啦。可是呢，门徒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却跑来跟耶稣讲说：“我们当中没有那么多，我们没有东西啊，可以招待大家之类的。”结果呢，他们就问了一个孩童，这个孩童他有5个饼，而且有2条鱼。可是呢，安德烈说，他说这一点对这么多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就坐下吧。”然后11节，耶稣拿起饼祝谢祷告，而且分了这些，分给了那么多人，甚至最后还鱼也是这样，饼是如此，鱼也是这么多。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神奇？有没有很神奇？你拿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好像变出这么多，让那么多的人可以享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圣经节这段神迹的发生，重点并不是耶稣变出食物了，这里的重点是在于这个孩子愿意把他身上仅有的5个饼跟2条鱼，把它奉献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生命会有缺乏不足的时候，可是当我们要领受上帝极丰富的祝福，我们需要有一个把主权交托的一个任务。如果你不会把这个主权生命把它分享出来，甚至愿意完全的交托给上帝，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得着这份恩典。所以安德烈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我请问一下那个在座我们有一台电脑，对不对？我没有电脑。我说佑廷，你电脑，我现在需要电脑，你把电脑给我好不好？容不容易？不容易。你一定说，这是我的啊，我为什么要给你？对吧？同样的，这个孩子也是一样，这5个饼、2条鱼，这是他的，是属于他的资源。可是他愿意把这个时候把它奉献出来，交给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出，当这个东西原本在人的思维里面，在资源上面只是5个饼、2条鱼，可是这5个饼、2条鱼到了耶稣的手上的以后，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了无限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人生走到尽头，感觉到我身边就是一无所有，我们要学习交托，
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主来丰富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个，从第9节我们从这个孩子身上所看到的真理。另外一个，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1节谈到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当我们交托出去的东西，我们要时常抱着感恩的心。耶稣带给我们、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属于世上、地上的所有的产业，我们的资源，我们会去计算。可是来到了属天的、属灵、属上帝要使用的工具，我们用着感恩的心、交托的心，上帝帮助我们学习用感恩的心，这份祝福就会产生。所以从人的计算里面感觉是不足的。我们要不要感谢上帝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没有但是他就是会感恩你没有的时候，你还会感恩吗？大部分的人是不会的。可是基督徒信上帝的人的生命的真理是，在生命不足、软弱、缺乏的时候，我们依然感谢上帝。所以我非常佩服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缺乏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奉献给神的精神。他金钱还是会奉献，他就是知道金钱只不过是神交付给我们管理的产业，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把这份奉献当作是一个感恩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自己计算我们身边就没什么钱，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依然要用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带着奉献的心来奉献给主？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让我们在感恩的生命当中，要祝福我们的生命，要得着更丰富。第三个，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我们发现，当耶稣把这个饼跟鱼祝祷感谢的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的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上帝所要的要给我们，你会不会希望得到更多？你一定会需要得到，而且是足够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故事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当我们交托给耶稣基督，交托给上帝的神，他必定会怎么样？会祝福我们。好，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我们可以理解有2个故事，在圣经里面有2个故事谈论到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节有机会你再去看一下，撒母耳他按照人的需要，以色列百姓他们希望有一个王所以在那当中呢，耶和华上帝在选人做王属人来做人的王是怎么选的？撒母耳是按照大卫的哥哥那个大卫的哥哥以利亚啦亚比拿达，还有所谓的沙马，这几位大卫的弟兄非常高壮，而且非常强悍，认为他们比较适合当一个国王。可是耶和华上帝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会不会认为你要非常的足够的生命力，你才可以奉献给神？一定要这样吗？幼婷，你可不可以招待？可不可以学习帮助人？可不可以？那个于佑，你也可不可以带领唱歌？你喜不喜欢唱歌？喜欢。会前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来带歌？我们不用等到我们足够的怎么样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来做服侍神的工作。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节里面还有一段圣经节，
列王记，好，在列王记17章里面有一个故事，撒勒法的寡妇，以利亚先知在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以利亚，上帝带领他去到撒勒法这个地方找一位寡妇。这个寡妇呢，她怎么样？她非常穷，她穷到当下，她还必须要把她仅有的跟她孩子仅有的一点点的面粉跟一点点的油，要煮出一道菜，拿来招待上帝的仆人以利亚先知。如果是你，你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些钱，可是有人就是需要你来帮助他的时候，你愿意吗？不见得，不见得愿意。你可能会说，我都已经没钱吃饭了，这一餐是我最后的，我还愿意吗？你还愿意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故事，上帝后来怎么样？让这个寡妇她的油有用完吗？没有，怎么倒都倒不完。面粉呢，怎么拿都拿不完。那一种丰富，看起来好像现在的时代好像不太可能。我现在口袋里面的钱，我拿出来奉献了，钱会自然跑出来吗？不会。可是这个故事里面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上帝并不会分走，不会把我们的东西拿了以后怎么样？上帝不会赏赐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是一种不是我们的一般的思维，认为说我这样子做，我就会缺乏，并不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等到我累积足够丰富的产业或者是财富，我们才来做奉献的工作。我们要做的是，当我们还拥有的那一点点的资源，我们依然有奉献的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缺乏资源的上帝吗？你们觉得我们的上帝是缺乏资源的上帝吗？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念一下这两行字哈。来，神不是缺乏资源的上帝，他是创造资源的上帝。来，那个幼婷会不会念？看得懂吗？文字。哦，你有点近视。好 ，OK， 那你近一点去看哈。好，来，你大声来念一下好不好？神不是这是怎么念？不是缺乏资源的上帝，他是创造资源的上帝。对，好，谢谢你哈。我们的上帝他不是缺乏资源、缺少资源的，他是创造资源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须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学习去创造出不一样资源、智慧、生命的个体。所以你的生命有没有办法去把上帝给你的智慧去活出来？这就是做光做盐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怎么做？我们有3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制的。你会不会承认自己的限制在哪里？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很多人大部分不会承认自己的缺乏。好，但是我们要学习，如同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上帝的能力是会在人的强盛当中显得完全，那我们可能这些软弱的人、缺乏的人，我们就无路可走了，对不对？那个厉害的人一大堆，就让他们去做，让他们去享受那一种荣华富贵就好了。我们这些好可怜哦。可是上帝的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当你的生命越软弱，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你一定时常听过哈，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有人来关心我们，会跟我们讲一句话：“愿你平安，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所以不要认为你没有缺乏的时候，你就我好苦哦，我的生命怎么样，好糟糕哦。不用，因为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阿们。所以第一点很重要，你要承认自己的什么
限制在哪。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像我们今天所看的五饼二鱼里面的故事，这个孩子一样，他把什么？他把他的仅有的奉献出来。曾经有一个故事哈，有一位姐妹，她本身哈，她没有什么能力，她不会唱歌，也不会做什么侍奉，也不会做见证。可是她在教会里面呢，她跟她的牧师说：“我的牧师啊，我不会这些能力，可是我很会针织裁缝啊，好，我很会做这些工作。”后来呢，她就去到了偏乡，看到那一些孩子，他们有很多需要的地方，他们的衣服破了，没有人帮他们补，他们的衣服非常缺乏，所以呢，这个姐妹呢，她就去收集了很多不要的衣服，然后透过裁缝机把它编织出好多不一样的这个衣服来捐给这些孩子。好，而后来呢，这个妈妈她后来这个姐妹呢，她在社区里面，不仅她这个动作举动，而让更多的社区的妈妈也一起加入，来做这个裁缝衣服，然后祝福了社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主时常在对我们说，当你不足的时候，你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缺乏的环境当中，还是丰富的生命里面？好，你觉得你是丰富的还是缺乏的？佑廷，你觉得你是富足的还是缺乏的？缺乏的，那你会不会希望得着更丰富？那怎么得着？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故事很简单，就是讲到这个孩子，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把他仅有的奉献给神。那你要奉献什么？佑廷，你会想要奉献什么给上帝？钱，除了钱之外呢？你没有钱怎么办？生命，把你的时间，你把你的时间带到教会，难道只是为了要吃那一顿饭吗？不是吧？你要得着智慧，你要得着的是生命的真理，你要得着的是我要怎么样得着智慧，让我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样你在世上，你面对工作，你面对你的生活，才会怎么样？才会得心应手啊！好，而不会怎么样？很难过。我为什么都找不到工作？我为什么都没有办法？焦虑。人在焦虑当中，你会发现你走投无路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真的是丰富的。学习感恩，好，学习感恩。在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孩子他把他仅有的5饼2鱼交给耶稣，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马上就变出更多的食物吗？不是，耶稣是举起来，然后怎么样？祷告感谢。我要问各位，你们会祷告吗？佑廷会祷告了吗？不会，要学。为什么？祷告就是感谢的开始。当你祷告当中，你会开始学习用感恩的心来祷告，用感谢的心来祷告，将你需要的跟神说。你不跟神祷告，上帝不知道你的需要。你不学习跟神交托，得不着。你所看的只是教会你眼前所看的，你需要得着的是感恩祷告。感谢的祷告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太重要了。所以你要记得，我们要从焦虑的生命进到供应者的赏识。有很多老板他赚很多钱，他的公司需要请人，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公司老板要不要请人？你愿不愿意让他请啊？他要不要请你啊？为什么不要？老板他认为你是焦虑的人，你没有办法带给他的祝福，公司的祝福。
上帝国度、上帝的家，每一个人都充满许多的惶恐、害怕，都需要被帮助的人。我们时常在焦虑里面，我们不知道如何走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用感恩的心，把我们的需要完全的交托，我们其实来到教会，你会得不着那份平安。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要观看今天的经文，其实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真理，教导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把我们生命的焦虑重新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丰富的赏赐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这份应许的盼望，也得着这份智慧。当我们在生命的缺乏里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会赏赐给我们丰富的产业。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不嫌弃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愿意接纳我们这软弱的生命。主啊，有些时候我们跟随主的门徒一样，我们看眼前所看的限制，如同安得烈门徒一样。但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这样子，像这个五饼二鱼，拿出这五饼二鱼的孩子一样的心，他单纯愿意的心，交托，付出代价，愿意把用感恩的恳求，把它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主啊，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学习凡事感谢，凡事仰望。在神你的丰富的应许赐福当中，我们要得着更丰富的祝福和生命。谢谢主，我们恳求神也赐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领受神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当走的道路。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帮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面，我们学习交托仰望神。愿主赐福大家，愿你平安。好。